来看台中市立成功幼儿园的三角里分班，最近雄雄宣布讲要按113学年度开始停招，114学年度就要关起来咯。会协助囡仔转去附近的公立幼儿园，也毋过引起家长甲在地人的反弹。台中市教育局是表示讲这分班是这社区活动中心来做教室，无合相关的规定，所以无法度继续经营。几名家长来到幼稚园，面色悠悠真紧张，因为囡仔读的这间台中成功幼稚园三角分班，为今年113学年度就要停止招生。像如果再去别的地方，我们还要再重新抽签，那不一定抽到，然后我们还要再去找另外一个学区，又要找更远的。目前27个孩子，我们配置3个老师在这边。家长惊即马当咧读的囡仔受教权会受影响。当地里长表示，台中成功幼稚园伫三角里的三角分班，为1998年就伫活动中心收学生，到达已经26档，是当地唯一一间公立幼稚园。目前有27个学生。不过，风社讲为113学年度就要停止招生啊，114学年度收大了后，这寡囡仔就会刷去别间学校。不过，当地烦恼安尼生，家长若袂负准备，嘛可能会造成人口流失。没有跟我们报告说为什么要撤掉这个托儿所，通通没有，就用这种野蛮的这个方法，把我们三角托儿所就把它毁掉。市府表示，因为目前三角分班用的教室和社区的活动中心公家，考虑到安全甲法规，才会想要甲囡仔换去别个所在读册。该分班1楼与社区活动中心共用，出入人员复杂，而且没有无障碍设施。市府表示，三角分班转去别间公立幼稚园，敢若差3分到5分钟的路，而且嘛有名额会当安置囡仔，袂影响受教权，才会安尼规划。嘛会甲家长加强沟通，甲影响降到上低。记者林建生、王良涛台中报道。